你好，Francis，今日嚟到羅湖區呢一度嚇，見到我後邊嘅一個地鐵口就知道我喺邊度噶啦，係喺羅湖口岸嘅地鐵口呢一度嚇。今日介紹嘅咧就係羅湖口岸對面嘅一個樓盤新樓嚇，望見對面呢一度啦。呢一棟樓咧係由大中華嘅一個開發商開發嘅兩棟大樓，係咩咧？係公寓嚟㗎嚇，全新未入住過嘅。之前咧最高峰嘅時候咧賣到成65000到70000蚊一個方，依家目前咧清貨階段，因為佢依家還有幾十套貨，清完就冇噶啦。依家賣緊幾錢咧？4萬零蚊嚇，即係同之前嚟講嘅話打咗幾折咧？打咗6折，每一方嘅話平咗3萬蚊。如果係話價錢平咗落嚟咧，證明係咩咧？佢嘅一個回報率係高咗好多嘅。你諗諗啊，總價低咗，但係咧呢一邊周邊嘅一個租金咧係冇變化噶嘛，係啊，還要係每一年逐年係喺度升緊嘅，所以咧租金回報率咧係非常之高噶，係啦。目前咧呢啲咁樣嘅70零方嘅話，周邊係可以租到9000到1萬蚊嘅，依家嘅話300零萬就可以拎低噶啦。之前咧你起碼要400幾萬到500萬先可以拎低一套房，你要租幾耐先回本啊？依家唔需要啦，依家佢嘅一個租金回報率高咗之後咧，你好快就可以回本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準備入去售樓部，同大家講下佢依家在售嘅情況啦嚇。我哋入到嚟售樓部呢一度，同大家講翻呢個項目嘅一個周邊配套啦，同埋以及在售嘅戶型先睇翻佢個配套嚇。目前咧見到嘅橙色嘅呢一個框框咧，就係呢一個項目嘅一個位置啦嚇。佢位於羅湖口岸隔離嘅，同香港咧就係一河之隔啦嚇。你見到嚇呢一條玉帶環繞嘅河咧，就係深圳河啦。下邊咧就係香港，我哋呢一度咧就係深圳啦。一河隔住嚇，呢一度好多人都講啦嚇，口岸所在就係資源同埋資金所在嘅一個地方啦嚇。呢一度嘅地段唔需要點樣同大家太多去講啦嚇。呢一度嘅首先咧講翻佢個醫療先，佢周邊咧係有成3間嘅一個甲級醫院嘅，有咩嘢咧？有羅湖嘅一個人民醫院啦，同埋佢個門診，包括咧中醫院咧都係喺呢個項目附近嘅，亦都係全深圳最一流嘅醫療嘅一個配套集中地喺呢一帶㗎啦嚇。還有嘅話，呢一度嘅商業亦都係非常之發達。首先樓下係自帶5萬方嘅一個商業，有6層嘅嚇，舊年大概係10月份咁上下開業嘅。我哋其實咧周邊咧還有係咩咧？國貿啦、東門啦、萬象城嚇，買奢侈品嘅一個地方。賽屋圍啊呢4大商圈，亦都係距離我哋項目非常之近。包括亦都好多港人朋友去金剛華嘅一個廣場，亦都係喺我哋後面嘅。係啦，呢一度嘅話，我哋出行咧亦都係好方便。我哋嘅交通嘅話，最近嘅一個地鐵口，首先係羅湖嘅E2出口，會距離我哋項目比較近嘅。後期嘅話，呢一個1號線嘅羅湖口岸嘅話，呢一個地鐵直通到我哋樓下嘅負1樓嘅。還有第二個地鐵口比較近啲咧，就係人民南路嘅 B 出口噶啦，就係喺我哋呢一個項目隔離，好近。係啦，講翻啦嚇，呢一度如果係話坐高鐵嘅話，我哋係200米咧出到去咧，可以去到深圳站坐個高鐵嘅，去到其他地方都冇問題。講翻啦嚇，好呢一度嘅話，羅湖咧個地段咧就非常之唔錯啦嚇，有成將近6萬人嘅一個港人朋友喺呢一帶羅湖呢一度居住嘅，所以咧就呢一度咧就亦都有成6000幾戶嘅一個香港嘅企業過到嚟大陸深圳呢一度去辦公嘅，因為呢一度咧辦公嘅成本比較低嘅嚇。好啦，咁我哋望翻呢個項目嘅一個情況先。呢一個成個項目見翻到啦，係一共係由2棟樓去組成嘅。高一啲嘅呢一棟樓咧係位於南邊，叫南塔嘅。隔離嘅呢一棟咧就係北塔啦。係啦，一共係由2棟樓嘅。南塔嘅話，主要係由萬豪酒店嘅去運營嘅。部分嘅一啲樓層咧就有拎出嚟賣。呢一度咧起步價至少要8000萬買1層嘅，係無批嚇。有少部分啦，剩低嚟啦。
咁我哋依家主要賣嘅咧係隔離呢一棟係北塔啦，北塔呢一棟一共咧係162米，40層高嘅嚇，40層高嘅。咁啊，成棟樓咧，佢下邊嘅車庫咧，地下車庫咧係有成3層嘅，係啦，負3啦、負4啦、負2啦呢度。負一嘅話係做咩咧？負一有半層係做一個超市，有半層咧係攞嚟連接翻去羅湖口岸呢一度。咁啊，後期你過咗羅湖口岸嘅話，落雨嚇翻風嘅話，咁你唔想帶遮，唔想日曬雨淋，可以走呢一個地下呢一個通道，直接貫穿羅湖嘅一個商業城啦，到我哋樓下負一樓呢一度。咁啊，樓上呢度咧，你見翻到啦嚇，下邊咧1到6層嘅話，我哋係攞嚟做翻商業嘅一個貿業嘅一個天地。咁啊，依家目前咧亦都係開咗張啦。咁啊，2樓有一間咧就飲茶點嘅，好多港人朋友排隊去嗰度食飯飲茶嘅，係啦，幾多人嘅，個味道都 OK 下。咁啊，上邊7樓呢一度咧係做翻一個花園啦。我哋賣樓嘅話，我哋係開始從8樓開始計起嘅嚇。8樓到18樓呢一度嘅話係做一啲商辦嘅一啲複式公寓嚇。咁啊可以住，亦都可以辦公嘅。咁啊面積咧係由80方嘅都有嘅，同埋一啲百幾方都有嚇。80方嘅呢一個性價比比較高嚇，300零萬就可以啦。4.2米嘅層高，我哋可以整2層啊。出租嘅話，呢一個咧可以租到成13000咁上下嘅一個租金，租金回報非常之高。係啦，咁我哋其實還有上邊一啲咧，就如果係平層嘅話，我哋係從21樓到40樓啊。呢一段嘅話就係買啲平層啦，3.2米嘅3.4米嘅一個層高嘅，咁啊面積咧係有成71方啦，同埋一啲113方、137方嘅，全部都係毛坯嚇。如果你嫌佢毛坯麻煩嘅話，後期嘅話亦都可以交翻俾我哋粵可房呢個團隊幫你去做監工嘅。你揾設計師幫你設計好，我哋幫你監工都得嘅。係啦，咁啊呢一度嘅話，成個項目嘅話放唔多嚇，300零套嘅啫，360幾套。咁啊，依家目前咧剩低60套，清完就冇噶啦。佢呢一塊地咧係2013年去攞嘅地嘅，咁啊40年產權啦嚇。咁啊呢一度嘅話係全部毛坯嚇。首先咧，咁我哋依家咧就上樓同大家逐一介紹一下佢個戶型情況先。我哋上到嚟實體樓32樓呢一度介紹嘅第一套單位係71方嘅嚇。咁啊呢個開發商咧係毛坯交樓俾你，佢只係送咩俾你咧？送個門同埋門鎖呢啲俾到你嘅，其他全部唔幫你整下，你要自己整嘅嚇。OK，咁你睇翻啦嚇，一入到嚟呢一度咧係有一個玄關位，可以做到上下2排櫃嘅。咁啊入翻嚟咧就係嘅一個衛生間啦，係一個暗廁嚟嘅嚇，但係做到乾濕分離，空間非常之大嚇，洗手盤啦、之後人生嘅馬桶位啦，包括洗衣機啊、收納櫃啊，全部都同你整好嘅。佢個淋浴間都放咗張凳，整咗個石凳喺度。後期你亦都可以按照翻呢一個風格嚟設計嘅，係啦。咁啊，你沖涼嘅話，你覺得攰，你可以有個地方坐下。OK，我哋出翻嚟睇翻佢嘅一個廚房啦。廚房係上下2排櫃，做得比較細一啲嚇。咁啊呢一度係唔通天然氣嘅，咁啊後期你可以安裝翻一個呢一個電磁爐啦，喺度大鑊爆炒啦嚇。OK，我哋接住嚟睇翻廳嘅一個情況先。咁啊先睇翻個廳嘅呢一邊咧，就係佢嘅一個叫電視櫃啦嚇，佢做得比較厚嘅呢一度，係啦，做咗成60公分，做咗兩邊全部都係啲櫃嚟嘅。係啦 ，OK，你可以收納好多嘢啦。咁啊呢邊咧，佢就係放咗一個3人嘅一個 sofa 啦，係啦，同埋咧有冇覺得個空間感非常之舒服啊？層高非常之高嚇，3.4米嘅一個層高嚟嘅。好啦，我哋接住嚟睇翻佢間房先。咁啊呢個戶型只係做咗一個房間㗎，非常之奢侈嚇。咁啊呢一邊咧係放住嘅2米乘2米嘅一個大床啦，做咗一個大概係10 cm 嘅一個床頭櫃嘅呢一度，係啦。會有啲酒店嘅一個 feel。OK， 我哋睇翻佢呢一邊嘅一個衣櫃啦，呢一度做咗成排嘅衣櫃嘅，做得比較深㗎嚇，成60公分 cm 嘅一個厚度嘅，係啦，可以放好多你嘅靚衫啦。呢邊咧就係可以望翻羅湖啦，同埋福田嘅，咁啊亦都可以遠望嘅話平安大廈。咁啊如果係夜景嘅話，我估計呢個景觀會非常之靚仔舒服嘅。樓下咧
就係呢一個香格里拉嘅一個酒店啦，係啦，隔離就係羅湖嘅火車站啦，係啦。OK，咁我哋就總結翻呢一套房嘅一個情況啦嚇。咁啊，呢一個咧係71方嘅無希嚇。咁啊，後期你可以裝修。如果你裝修你覺得嫌佢麻煩、監工麻煩嘅話，後期嘅話，我哋粵好房咧有團隊幫你去免費監工嘅。係啦，咁啊因為咧依家咧裝修嘅費用唔貴啦嚇，唔係好似以前咁嘅裝修好貴。咁啊依家即係大陸呢度咧個價錢比較捲嚇，同埋又做得比較靚啦，價錢又比較實惠一啲嘅。咁啊，依家呢一套單位咧搞緊活動嚇，308萬就可以拎低噶啦。首付咧係93萬嘅，咁啊貸款係貸215萬啦，月供嘅話就係21,870蚊一個月嘅。咁啊，成交嘅話每個月管理費咧就係568蚊一個月嘅。咁啊，呢一度嘅話之前咧高峰嘅時候咧賣到成65000到7萬嘅，依家其實就相當於每一套嘅話平咗唔少噶啦。咁呢一套嘅話，租金租幾多咧？每個月嘅話，大概係租9000到1萬蚊嘅一個租金嘅呢一隻。咁如果你係話想嚟投資嘅話，其實我幾推介呢一個戶型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講咗呢一個細則嘅，我哋接住嚟講個大則嘅，講嘅係咩咧？137方。其實137方中間咧還有一個戶型係113方嘅，佢冇做樣板房。我哋直接跳過去睇一大嗰啲嘅137。介紹嘅第二套單位係137方嘅，我哋入嚟先睇下先啦嚇。咁啊，一入到嚟咧，可以做翻個玄關位，後期可以舉咁樣嘅一個設計，上下兩排櫃做鞋櫃嘅。入翻嚟入邊嘅一個空間先，我哋先介紹翻個廚房。廚房非常之大嚇，先睇翻呢一邊啦嚇。目前咧佢放咗個烤爐啦，同埋一個洗衣機嘅位置咧，全部係隱藏喺入邊嘅。入邊咧係做咗上下兩排一排嗰啲櫃嘅。咁啊呢一邊咧係做咗一個操作台啦，洗、切、炒上下兩排櫃，咁啊呢一邊咧佢還做咗一個非常之厚嘅一個櫃啦喺呢一度，咁你放翻啲碗筷啊，全部放呢度做消毒碗櫃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出翻嚟嘅一個客廳啦，餐廳嘅位置，咁啊放住嘅4人嘅一個餐台嘅，後期你亦都可以放個長條型，放個5人嘅都冇問題嘅。我哋接住嚟睇翻嘅一個公共衛生間同埋一間客房先。望翻呢一個咧，就係佢嘅一個公廁嘅一個位置啦，乾濕分離嘅，咁啊係一個暗廁嚟嘅，所以採光會略差翻少少，但係咧做得比較大。後期你亦都可以咁樣設計啦，做翻乾濕分離嘅。我哋接住嚟睇翻佢嘅一個主人客房先，係啦，目前咧係放住嘅1.5米乘2米嘅一個床啦，隔離還有一個好厚嘅一個衣櫃喺呢一度嘅，係啦。做到頂，咁啊層高非常之舒服嚇，3.4米嘅一個層高嘅。咁我哋依家望翻呢一度啦，個景觀非常之靚仔啦，望到大中華嘅藍塔啦，呢一度係啦，呢一間呢一棟咧就係藍塔啦。依家目前咧主要都係萬豪酒店喺入邊運營嘅。咁啊前面望翻落去咧就嗱呢一個位置咧就係深圳嘅羅湖口岸啦，呢一度係羅湖嘅商業城，呢一度係個公園啦嚇。咁啊後期嘅話可以通過地下羅湖口岸直接連通到去我哋負1樓呢一度嘅。咁啊，我哋呢度後期咧係有個地鐵口啦，連接翻羅湖口岸嘅1號線嘅。我哋遠處望翻去出邊咧就係香港噶啦，係啦。我哋可能出翻去客廳望翻個景觀會仲靚仔一啲嘅。好，我哋出翻嚟睇翻佢嘅一個客廳嘅情況先啦嚇。目前咧，你出翻嚟嚇睇翻啦，餐客廳連埋一體噶啦嚇。目前佢係放住個3人嘅一個 sofa，闊度係非常之闊綽嘅，層高亦都好舒服，3.4米嘅一個層高，有少少一啲大平層嘅一種 feel 噶嚇。咁啊，大陽台啦嚇，呢一度係有陽台嘅。咁啊，望翻出去咧就係頭先喺間房入邊望出嘅景觀啦。嗱，遠處真係可以望到啲香港嘅山體啦。香港嘅話，點解樓價咁貴嚇？人多同埋咧可以用嘅地比較少，有70%係山地嘅。咁樣山地下邊先有啲平地可以開發。係啦，咁啊呢一度咧係望翻深圳嘅一個火車站啦，喺呢一度。後期嘅話喺呢一度咧坐車去其他地方嘅話，亦都非常之方便。我哋接住入去睇翻主人房先嚇，主人房係大套房嘅嚇，好靚仔。我哋依家從呢一度入嚟先嚇，入到嚟咧，佢見到佢係做咗一個 L 字形嘅一個衣櫃啦嚇。目前嘅話做得個衣櫃都比較深嘅，後期亦都好似佢咁樣嘅設計。咁我哋左手邊呢一度咧係佢嘅一個衞生間啦，套房嚟嘅。咁啊，亦都係放咗有浴缸喺呢一度嘅嚇，乾濕分離係啦。
浴缸嘅話，呢一度咧亦都可以望翻羅湖啊，同埋福田嘅遠處啊嚇，望翻啲高樓大廈啦嘛。後期嘅話，晚黑我覺得尤其係晚黑嘅時候，喺浴缸嗰度浸住，然後咧飲杯紅酒，望住遠處嘅一啲夜景，深圳嘅夜景嚇，幾舒服啊！嗱，呢邊咧就係佢嘅一個主人房啦。目前咧放個2米闊、2米2嘅一個長度，好長嚇，加長版嘅呢一個床嚟嘅。呢邊咧後期你可以放個搖搖凳啦，或者係一個飲茶嘅一個張台都冇問題嘅。咁啊，窗戶咧係一個 L 字形嘅一個鑽石形嘅位置，望出去咧全部就係出邊嘅城市面貌景觀啦，非常之靚仔嚇。嚟我哋可以望翻呢一邊咧，係望到好多高啲寫字樓啦嚇，嗰邊亦都係有嘅。係啦，咁呢一度咧，基本上都已經係見到視野非常之舒服嘅，因為呢一棟樓比較高啊。好啦，總結翻呢一套房嘅情況先，137萬嚇。咁我哋目前咧6樓搞緊活動嘅，620萬就可以拎低落嚟噶啦。如果其他樓層嘅話，我哋係要640萬到680萬嘅。咁首付嘅話，我哋係俾到186萬啦。剩低嘅434萬嘅話係按揭貸款貸10年，每個月供係幾多咧？係44,146蚊一個月嘅。咁成套房嘅話，每個月俾嘅物業管理費咧係1096蚊一個月嘅。好啦，咁Cici今日帶大家睇咗2個戶型，一個咧係71方噶啦，冇陽台、冇通天然氣嘅細則嘅。呢一套咧就係137方大則嘅。咁佢中間咧還夾住有一個113方嘅一個戶型啦，嗰個咧係通天然氣啦，大陽台嘅，嗰個價錢咧亦都係平啲，大概係500萬咁上下啦，會比呢一套大概係平咗120萬咁上下嘅。好啦，如果係有啲客戶話我想要一啲複式嘅有冇？有，喺樓下係啦。喺8樓到佢嘅一個18樓，呢10層入邊全部係做複式嘅一個公寓啦，辦公公寓嚟嘅。呢一種80方嘅話，亦都好好賣嘅。不過佢係4米2層高，你可以間2層嘅。係啦，間2層嘅話，我哋依家呢個80方咧係總價係幾多咧？係340萬到350萬咁上下嘅，全部都係毛坯嘅嚇。但係你複式嘅話，即係點講咧？間2層佢租嘅話都可以租到12000蚊啊！咁上下嘅，如果係頭先我講嗰個71方嘅話，大概可以租到咧係9000到1萬蚊一個月咯。咁呢一隻嘅話係租到13000蚊。如果你講話我想嚟收租嘅話，即係講求佢嘅一個租金回報率嘅話，我覺得70方同80方呢一個咧係建議推介一下俾大家嘅。好啦，今期就同大家介紹到呢一度啦，我哋下期再分享一啲更加好嘅一個房源俾到大家啦嚇，揾我哋粵好房嚟買樓嘅話，咁我哋係有贈送翻3年嘅物業管理費啦，同埋一個家電大禮包嘅，係啦，還有係免費接送嘅嚇，去睇樓嘅。好啦，今期就介紹到呢度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